江南西道南邊有一處大魚縣，正南即是五陵之一的大魚嶺。從梅關驛道北上，這裏是必經之地。縣內群山聳峙，三道靈壁封住了三面方向，只留一條狹長的池水盆地可以向東通去黔州。往返此間的行商，只能沿着山坳底部的水岸前行。驛路逼仄，兩側廠山對傾而立，仿佛隨時要倒下來似的，遮住了大半片青天。要一直走到30里外的南安鎮，視野方才舒展，如雨過天晴一般。是以這一段路被客商們稱為天開路。李善德跟隨着市驗馬序一路馬不停蹄過韶州，穿梅關，然後沿着天開路朝南安鎮趕去。那裏有第二批馬匹早早等待，輪換後繼續前進。天開路附近帶坑字的地名頗多，諸如黃山坑、鄧坑、和連坑、花坑等等。合因地勢不平，高者稱丘，低者稱坑。趕路再急，在這一段也得放緩腳步，否則一下不慎跌傷，可就全盤皆輸。此時他們正穿過一個叫鐵羅坑的地方，諸騎都把速度降下來。李善德技術不行，加上年紀大了，這一路強行跟跑下來，屁股與相比都酸痛不已。可他大話越出去了，只能咬牙強撐，靠默算里程來轉移注意力。算着算着，李善德忽然聽到一聲尖斥，似是山中猿鳴。這裏山勢深厚，偶有猿猴出沒不算稀奇。可走了一段，這尖斥聲似乎有點耳熟，好像那天晚上喝荔枝酒時，林浮奴也發出類似的聲音。可他出發的時候根本沒帶林浮奴啊！李善德旋沒反應過來，又有一聲吼聲轉來，這下子整個山坳都為之震顫。大蟲馬序的騎手們當時臉色大變。唐人為了避李淵父親的位，皆呼虎為大蟲。五陵有大蟲並不奇怪，可靠近驛路卻很罕有。李善德嚇得兩股戰戰，但幸虧騎手們都是行商老手，他們一半人拿出麻背弓開始掛弦，另外一半則掏出火石火鐮，取出背囊裏的駱駝糞點燃。大蟲與駱駝生地不同，前者聞到糞味奇異，往往疑先退。外圍又安靜了半炷香的功夫，一個黑影已從山中穿出，幾下翻滾，衝到山麗邊緣。而一頭斑蘭猛虎也從密林中追出來。李善德定睛一看，卻驚得叫出聲來，那黑影竟真是林浮奴。這人一改在廣州時的呆傻笨拙，動作極為迅捷，真如猿奴一般。只是不知為何，林浮奴不在山中躲閃，卻偏要衝入山坳。這裏沒有高樹可以攀援，也無灌木可以遮蔽，那大蟲卻可以奮開四爪，盡情馳騁。眼見林浮奴要喪生虎口，李善德急對騎手們喊道：諸公，船望出手相救，我這裏每人奉上酒盞一罐。按月跟大蟲戰鬥，既浪費時間，船有風險。倘若馬匹受驚把荔枝玩弄翻，那可就虧大了。可李善德總不能見死不救，只好自掏腰包，心想實在不行，先讓蘇亮把這幾罐盞也算進這款裏。聽主家發了賞格，騎手們便紛紛下馬，舉着弓箭與短刀，舉着燃燒的駱駝糞靠了過去。他們本以為會是一場惡鬥，不料這指淮南大蟲從未見過駱駝，一聞到糞味，二話沒月掉頭跑掉了。
李善德縱馬過去，看到林浮奴趴伏在地上，渾身激烈地顫抖着，嘴角不斷揩出鮮血。他以為這是被老虎所傷，連忙扶將起來，正要喚人來準備傷藥，不料林浮奴卻嘶聲道：不必了，你們須快些走，後頭有追兵。發音居然端正得很。追兵？李善德一頭霧水，他送個荔枝而已，哪裏來的追兵？林浮奴胸口起伏，斷斷續續才講明白趙恩令的計劃。李善德這才發現，原來自己在陵南一番折騰，竟招致來一場殺身之禍。他何理光堂堂一個經略使，竟對一個從九品的小人物下手，這氣量比痔瘡船小。李善德忍不住大罵起來。他低頭看了眼林浮奴，對他告密這個舉動倒不是很氣憤，本就是趙書記的奴隸，盡責而已，倒是自己全無防備，把人心想得太善了。只是他既然告了密，怎麼又跑過來了？林浮奴咽了咽唾沫，苦笑道：向主人盡忠，乃是我的本分，跑來示警，是為了向大事報恩。報恩？李善德莫名其妙，他雖沒虐待過林浮奴，可也沒特意善待啊。那一夜，你給了我一碗荔枝酒。林浮奴低聲咳嗽了幾聲，也苦是觸動肺經，雙眼開始渙散起來，號叫大肆之。我幼時在臨埠流浪乞討，不知父母，後來被拐育到廣州，入了經略府做養孔雀的家奴。我自記事以來，從來只有主人打罵凌虐，譏笑羞辱。他們從來只把我當成一只會講話的善獸。時間長了，我也自己這麼覺。嗨嗨！李善德見他臉色急劇變灰，趕緊勸別月了。林浮奴卻掙扎着，聲音反而大了些。你敬我的那一碗酒，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敬酒，也是我第一次被當成人來敬酒。可真好喝啊！他舔了舔乾裂的嘴唇，臉上似乎浮現出笑容。我記得你船月，你我沒怎麼勾別，都是好朋友。那我得盡一個朋友的本分。李善德一時無語。他現在想起來了，當時那林浮奴喝完酒以後，仰天長叱，當時他船暗笑，這酒至於那麼好喝麼？原來竟船有這一層緣由。我那是醉話，你也信？醉話也好，也好，好歹這一世總算也有人對我越過這樣的話了。林浮奴喃喃道：我向主人舉發了你的事，然後又偷聽到他們密議要派兵追殺，所以急忙跑出來提醒你。你這是一路跑過來的？李善德簡直不敢相信，這個人赤腳奔跑，翻越五陵的速度竟倍快過馬序。林浮奴道：穿山越嶺，對林浮人來越不算什麼，只是我沒想到配備一頭大蟲墜上，更沒想到你竟然配停下腳步把他毆走。越到這裏，他突然再一次咳嗽起來，極其劇烈，嘴唇開始浮現帶血的泡沫。有老技手過來檢查了一下，搖搖頭，越這是把吸肺生生跑炸了，燈盡油枯，沒得救。李善德焦慮地搓着手，不知該越些什麼才好。林浮奴睜圓了眼睛，我這一世入的是畜生道，只有被你當做人來看待一次，也苦託你的福，下輩子真能輪迴成人。直了直了。他忽地努力把脖子支起來，嘴巴湊近李善德耳畔，細聲閱了幾句。李善德大驚，連忙閱這怎麼行，這怎麼行。可他再低頭看時，林浮奴已沒了聲息。
那將覆滿汗水的疲憊面孔上，船微微帶着一絲笑意。何押牙對麾下的9名牙兵比了個手勢，解下刀鞘扔在地上，只握緊了短柄鐵刀。因為刀鞘上的銅環可能會驚動休息的人。50步之外的小樹中，有一小堆篝火在燃燒着，在黑漆漆的夜裏格外醒目，聽不見談話聲，也苦是連日趕路太過疲憊了。不過也無所謂，眼前這些人的底細，他們早就摸清楚了。自從化開拔之後，他們就一直尾隨着這支荔枝馬隊，遠遠隔開20里。按照趙書記的指示，他們進入位於江南西道境內的天開路後，才開始徐徐加速，並在黃昏時追上了剛剛抵達鐵羅坑的目標。何押牙不是個魯莽的人，他為策完全，特意選擇了對方宿營時發起突擊，不可能有人逃脫。他們接近到15步時，何押牙發出了短促的哨聲，樹林裏響起一連串樹枝被踩斷的聲音，9名精銳同時突入攻入篝火圈內。可出乎他們意料的是，篝火旁居然空無一人。不準確地說，船有一個人，這人皮膚黝黑，居然是個林浮奴，半依着樹幹，似乎已經死了。這人的死狀有些詭異，雙手雙腳的腕處都被短刃割開，4道潺潺的鮮血流瀉出來，殷紅了身下的泥土。從血液凝固程度來看，應該有一段時間了。空氣中旋殘留着淡淡的血腥味，這不是何哲率家裏的家奴嗎？他怎麼跑到這裏來了？為什麼殺他？其他人呢？何押牙腦海中浮現出數個疑問。他又看了一圈，沒有其他東西了，便一揮手，示意所有人回去上馬，繼續追擊。天開路這裏的地形，注定了只有一條路可以走，就算李善德故布疑兵自己跑了，他們追上去也只是時間問題。空氣中除了血腥味，似乎船有一種熟悉的味道。何押牙一邊琢磨着，一邊往外走，猛然意識到這是嘔苦用的駱駝糞啊！他後脖頸一霎時汗毛倒豎，一種極度危險的預感閃過心頭。何押牙急忙轉動脖頸，在火光中，他看到一張額頭有黃字的斑蘭獸臉，正張開血盆大口。遠遠的高丘之上，李善德看到篝火堆旁人影散亂，因船有慘叫聲轉來，趕緊雙手合十，念誦了幾句阿彌陀佛，然後才帶着技手們漏夜前行。林浮奴在臨死之前，叮囑李善德把自己的屍體扛到一處林中，點起篝火，趁血液旋流動的時候，割開腳腕手腕。老虎這種猛獸報復心極重，那指白天襲擊自己的大蟲，應該就一直在附近跟着，他聞到血腥味一定會過來。李善德先用駱駝糞圍着營地殺了一圈，待估算着追兵接近，便把剩餘的乾糞收起來，匆匆離去。沒有了駱駝糞的壓制，那只雙人巨獸立刻會靠近篝火，打算把下午那只逃脫的血食吃掉。至於10個經略府的牙兵和一隻成年大蟲誰比較厲害，李善德對這個話題一點興趣也沒有。他默默地把林浮奴的位置記住，待日後回來看是否能找到殘留的骨跡，然後埋頭繼續趕起路來。擺脫了這一個小小的插曲之後，馬隊重新找回了趕路的節奏，在驛道上瘋狂地奔馳着。李善德在第3天的時候，無奈地掉了隊。
他的身體實在經受不住太多折磨，再跑下去只怕會比荔枝先死掉。好在這一次的路線和次序都已經規劃完畢，記手們也得到了詳盡指示。李善德可以慢慢從後面趕上去，檢視他們留下的記錄。在第三次試驗裏，李善德根據前兩次的經驗，對路線進行了微調。轉運最出發時走梅關道，但在抵達吉州之後，將不再繼續北上撫州、洪州，而轉向西北方向，直奔潭州，轉到西京道。這樣一來，既避開了潭州與衡州之間的水澤地帶，也可以比梅關道節約450里路。馬最會從潭州西北方向的昌江縣穿過，棄馬登船，循汨羅江進抵洞庭湖，並橫渡蔣江。渡過之後，再沿漢水、雙河、丹河連轉至商州。這一路上並無險灘惡峽，只要水手夠多，可以晝夜蛙行不斷，直到商州。然後聚五將下州乘馬，沿商州道一口氣衝入關中，一過藍田、灞橋便近在眼前。這條路的水陸全程是4600里，且避開了大澤、逆流、險灘、川峽、重山等各種險阻，可以越集四路之精華。李善德為了算出這麼一條路來，差點把眼睛都算瞎了。他相信，除非是騰雲駕霧，否則再沒有比這條路更快更穩的了。4月21日，李善德一人一騎，走到了基州的將門縣，在一處簡陋的驛館裏，他接到了前方的烈果。5斛荔枝的枝條，從第4天開始相繼枯萎，堅持最久的一斛是第7天。按照預案，記手們一發現空位，立刻將荔枝摘下來，換用之前的鹽洗隔水之法，繼續前進。之前測試的烈果證明，摘下來的荔枝最多堅持5天，考慮到新鮮度的話，只有4天。也就是月，用分枝植換之法和鹽洗隔水之法，一共能爭取到11天時間。試驗的烈果和這個計算烈果驚人地相符。最快的一個轉運序，在出發後第11天衝到了丹江口，在前往商州道的途中，才發現荔枝變了味。李善德收到這個報告之後，不悲反喜。轉運序5沒能抵達蔣安，是在他意料之中的。一個小小荔枝市，調動資源有限，他一路上只能安排15個左右的換乘點，平均每300里才能換一次馬或者船。禪以馬行而記，一匹健馬每跑30里就得飲水一次，每60里得餵料一次，300里中途休息便得10次，每次停留時間差不多2刻。換句話說，每跑300里就要有2個半時辰用來修整。這船沒考慮到，同一匹馬跑出100里以後，速度便急速衰減。而且這些騎手皆是民間百姓，雖然持有荔枝使簽發的文牒，穿越關津時終究會花上很長一段時間。這些制約速度的因素，倒是李善德所無法改變的。但朝廷可以，如果尚書省出面組織，便可以把沿途驛站的力量都動員起來，加大更換頻道，讓每一匹馬都可以跑出衝刺的速度來。而且荔枝不涉機密，不必一個使者跟到底，可以頻繁地替手接力。只要持有最高等級的符牒，理論上可以日夜兼程。當天晚上，李善德便埋頭做了一次詳細計算。民間轉運序5尚且可以在11天內衝到丹江口，以朝廷近乎無限的動運能力，
加上李善德設計的保險措施和路線，速度可以提起30%。11天完全可以抵達長安，那時候荔枝應該介於香變和未變之間。不對船可以再改進一點，他之前曾聽人越過，可以用竹托封藏荔枝，效果也算不錯。如果等枝節枯萎之後，立刻摘下荔枝，放入短竹筒內，再放入瓮中，效果更好。等一下，船可以改進一點，他在上林處做了苦多年監事，所分管的業務是藏兵。每年冬季，李善德配組織人手去渭河作兵，每塊方3尺，厚1尺5寸，一共要作1000塊，全數藏在兵窖裏。等到夏季到來，這些冰塊會提供給內廷和珠崖處使用。不僅長安城如此，大唐各地的州縣，只要冬季有兵期的，都會建起自己的兵窖儲備。荔枝保險最有效的法子是取兵鎮之，可惜嶺南炎熱無冰，只能用雙層甕灌溪水的方式來做冷卻，而沿途州縣也不可能開放兵窖給轉運罪。可一旦朝廷出面轉運，情況可就不一樣了，各地唯有聽任調遣。轉運罪只要一過長江，便能從江陵的兵窖調兵出來使用。如此思維，荔枝抵達長安時，庶幾在色變與香變之間，勉強算新鮮可光，有想法算不成，具體到執行，至少涉及20多個州縣的短途供應，何處調兵，何處接應，如何屯兵，兵塊消融速度是否趕得及等等，不盡早規劃，根本來不及，靈感源源不斷，無不勾畫不斷。李善德此時進入了一種道家所謂入虛靜的奇妙狀態，過往的經驗與現識融匯成一道大河，汪洋之勢，奔騰咆哮。這一刻，他不是一個人在計算。鎮子、劉輝、祖沖之，早在這一刻魂魄附體。李善德的眼睛滿布血絲，卻絲毫不覺疲倦，恨不得撬開自己腦殼，一合到底，把腦漿直接塗抹在紙卷之上。當李善德寫完最後一行數字時，已是夜半子時。竹花剪了又剪，紙上密密麻麻，滿是令人頭暈目眩的蠅頭小街。他吹了吹淋漓墨汁，從頭到尾瀏覽了一遍，忍不住心潮澎湃。這一份新鮮荔枝的轉運之法，關涉物候、遊役、州縣、剪糧等幾大領域，內中細碎繁劇之處，密如牛毛，外行人根本難以想象。從驛站之調度、運具之配置，再重與里程之換算，乃至每一枚荔枝到長安的腳費核算，幾乎每一個環節都需做到極細密極周至方可。這件事牽一髮而動全身，一處思慮不當，便很可能導致荔枝送不到長安。李善德拿着這本牛毛細帳，心中不其然地想起了當年裴耀興於河口建倉的壯舉。開元22年，江淮河南轉運使裴耀興受命來到河口，先作漕渠18里，避開三門之險，然後又在河口設置河陰、柏崖、集津、鹽灘諸倉，與冚家、太原兩倉連序成線，開創了節級轉運之法。3年之內，運米700麥斛，節省運費30麥貫。從此長安蓄積善日，天子不必頻繁就食於東都。當時李善德也被調入幕下，參與磨算，親眼目睹了裴大使統籌調度的英姿。他從心底認為，比起浮藻文辭之時，這樣的軍事才堪稱國之棟樑。荔枝轉運雖是小道，比不得漕糧，但自己如今能追獵前沿，稍沾其影，足可以自傲自滿了。
一念及此，李善德起身推開窗戶，一縷夜風吹入，澄清了逼仄小屋中的油燭之氣。他胸口快律盡消，不由得發出一陣長笑。窗下恰好是一汪池塘，池中青蛙特受驚嚇，也紛紛鼓噪起來。嚇得翼長和其他客人從床榻上驚起來，以為趕上了地震，着實忙亂了一陣。如今技術上已無障礙，唯一可慮的只有時間。貴妃誕辰是6月初一，從嶺南運荔枝到長安是11天，也就是月，追至5月19日，荔枝轉運序必須自從化啟程，這是絕不可逾越的死線。今天已是4月21日，留給李善德閱服朝廷以及着手布置的時間，只有不到30天時間。一算到這裏，李善德登時坐不住了。反正他此時興奮過度，整個人根本不成味，索性換來一臉不滿的翼長，牽來一匹好馬，連夜匆匆上路。這一次，他再也顧不得自己的雙臂和專團，揚鞭疾馳，一把老骨頭跑得像真正的荔枝轉運那麼快，幾乎要把自己燃燒殆盡。到了4月22日的寅末戊初，他抱住馬頭正在昏昏欲睡，忽然一陣清風吹過面籠，這風乾爽輕柔，帶着柳葉的清香，帶着雨後黃土的泥味，旋有一點點夾雜着羊肉腥膻的麵香味道，令李善德嗅覺為之一震。嶺南雜麼都有，唯獨沒有麥麵。他在那里呆的日子裏，不止一次夢然吃了滿嘴的胡餅、黏頭、不羅、博托。李善德緩緩睜開眼睛，他看到遠方出現了一道巍峨的青黃色城牆，在晨曦沐浴下，大城的上緣泛起一道金黃色的細邊，仿佛一位無形的鎏金像正澆下濃濃的熔金。然後隨着時間推移，整片牆體都被緩緩籠罩，勾勒出成疊輪廓，整座城市化為一件精緻莊嚴的金器，仿有永固之威。滿面塵灰、搖搖欲墜的他，終於回到了屬於自己的城市。晨鼓聲中，東側的春明門隆隆開啟，活像一位慵懶的巨人打着呵欠。李善德手持敕令，撞開等候進城的人群，從正在推開的兩扇城門之間躍了進去。他對長安街道熟稔至極，徑直先趕去自己家中。那座貴二方的宅子，旋沒顧上搬遷，夫人孩子暫時旋住在長壽坊內。他一進家門，夫人正在灶前燒飯，女人趴在地上玩着一具鳳車。娘倆見到李善德回來，又驚又喜。女人抱住他的脖頸，一直阿爺阿爺叫個不停。李善德跟女人親昵了一陣，在灶前一屁股坐下，不顧燙手，直接找起鍋裏的胡餅往嘴裏扔。他夫人有一個獨到的秘訣，羊肉餡裏3料碎芹與薑末，旋添一着丁香粉，吃起來格外舒爽。李善德狼吞虎咽，一口氣吃了6個，自己在路上幾乎被顛散的3魂7魄，這才算是盡數歸位。夫人越招福子的和尚來過2次，拆頭拆腦，打聽荔枝使的去向。李善德冷笑一聲，他們大概也聽到風聲，以為自己不免要死於荔枝差遣，想要提前挽回鄉積益的損失。李善德現在也沒剪船，數量的投資全數花在了轉運試驗上，他自己可是一文未落，賺下的那一點點線集，算上給那幾個在鐵羅坑救林浮奴的技手們了。不過沒關係，今日之後情況必大不一樣了。李善德吃皮棗選，
換了一身乾淨朝袍，把那卷荔枝轉運法仔細捲成一個紮子，然後昂首闊步出了門，直朝皇城而去。韓城此時船未抵塔營部，至於杜甫，他那個兵曹從事就是個掛名，不可能來上班。李善德只好給韓城留了個自狀，先去了戶部。他所設計的運轉之法十分迅捷，唯一的缺點就是所費不知。從嶺南運送2畝荔枝到長安的費用大概要700貫，借船是船底數，就是月，無論運一枚船是運2畝，至少都要花這麼多。2畝荔枝大約有40枚，平均下來一枚耗費高達17貫500剪。要知道，西市一頭3歲口的波斯公駱駝才15貫不到。更麻煩的是，這個費用是不可攤的。裴耀卿當年修河口倉與漕河，雖然費用浩大，但收成後可以逐年均攤成本。而荔枝轉運之法的諸項用度，譬如馬匹、兵快、人運、器具、調度工時等等，這一次用完了，下一次船要從頭來過。若是別的差遣，使臣大可以跳開規矩，從國庫直接提出剪糧就行。但荔枝轉運除了耗費剪糧，船需要諸多衙署密切配合，因此李善德必須讓這個差遣進入流程才成。你就是那個荔枝使，一個鬚髮皆白的老官運手拈紮子，斜眼覕着下方。李善德恭敬一禮，看來這個荔枝閃的利奇差遣已經轉得朝堂皆知了。他知道戶部對所有史職都懷有敵意，可天下剪糧皆歸戶部的道支部調撥，是荔枝轉運費最合的落下的衙署，只好硬着頭皮闖一闖。可惜無論是道支郎中船是運外郎，他都沒資格求賢，越不得，只好先找到這位分判剪谷出納的主事。老主事抖了抖文卷，你這個字可太潦草了，當初怎麼過得吏部事？李善德陪笑道：事出緊急，不及謄抄，船稱主事賢良。老主事不滿地抬了抬眉毛。吏部算官有4個標準：申、言、書、判。這人相貌枯，嗓音乾濕，字又凌亂，申、言、書3條都不合格。至於判這一條麼，他把文卷一拍，掃落道：你知不知道，從河南解送租，用到京城，官界腳費是每駝100斤，每百里100文，山120文。從嶺南運個路雜子荔枝，居然要報700貫，當本官是盲的麼？這是運新鮮荔枝，字與租用不同，詳細用度已在卷中開列。本史保證，絕無浮濫虛增。瀘州也有荔枝呀，你為何不從那裏運？難道你在嶺南有親戚？是聖人指明要嶺南的，我這是遵旨而行。李善德東地一拍胸脯，而且已有嶺南商人自願報效，不勞朝廷真的出剪。哼，左手省了剪，右手就得免退，最後都是商人得利，朝廷負擔。老主事搖搖頭，一臉鄙夷地把紮子摘下來。李善德見自己的心血被煨，心頭也冒出火來，邁前一步沉聲道：這是聖人派下來的差遣，你便不納麼？這招原本百試百靈，連嶺南經略使都不好正面抗衡。不料這主事是積年老吏，這種人見得多了，手指往上一晃，好交大事之。戶部雖掌預算，不過是奉諸位堂官的命令皮了。你去藥鋪裏找藥，總要醫生開了方子，才好教舉台伙計配藥不是？
有了中書門下的叛